98、99、100。二少，家主问你，他今天罚你家规100，你可认？她金妹妹不过是金家养女，敢在我的生日宴上气走我老婆，我只是给她一点小小的教训，已经很客气了。混账东西，还不知錯？錯？我有什麼錯？我給老婆出頭，天經地義。冥頑不靈，你就在這裡跪着，跪到知錯為止。給我進去，走快點，快！老师，说話。谢美洲，张小姐，生气了？還記得今天是什麼日子嗎？居然把我一個人丟在生日宴上就走了。今天啊，除了是北周的生日，我啊还有一件喜事要宣布。我的孙女梅梅已經有2個月的身孕了。恭喜老太太！這可真是雙喜臨門呢。二嫂，今天是二哥的生日，你怎麼這麼着急走啊？讓開！啊，陸英，你嫁進金家又怎麼樣？這裡根本就沒有人在乎你，在大家眼裡，我跟二哥才是天造地設的一對。就連這個孩子呀，你敢打我？你老公知道你這麼蠢嗎？盧瑩瑩，盧瑩，你去哪兒啊？大小姐，怎麼又不說話了？金美洲，你快來救救我，我被綁架了！陸瑩瑩，你每次被金妹妹氣到，都會撒這種謊來騙我。今天可是我生日，還故意惡作劇呢。金美洲，我沒跟你開玩笑，我真的被綁架了。你要是不來，我會死的。那正好，我也快死了，我給你殉情。早該想到的，他現在滿心都是金妹妹和那個孩子。他怎麼會相信我說的話？放心吧，這裡不會有人來救你的，就在這乖乖等死吧。金北洲，你是我在這個世上最後的親人，可最後你也捨棄了我。也許我原本就是該被拋棄的人。
二少爺，你還不能離開。滾開！我去找我老婆，誰敢攔我？告訴老宅所有傭人，今天發生的事情，全都爛在肚子裡，不許告訴少夫人。誰要是敢多嘴，我就讓他永遠閉嘴。陆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洗个澡就好了。小公主，你现在脾气怎么越来越大了？直接把我扔在生日宴上就离家出走了。我脾气一直都这么大。你要是受不了，你就换个吧。我看金梅梅就挺合适的。老婆，你说什么呢？咱们两个可是在幸福树前发过誓要一直在一起的，你怎么还把我往外推啊？陆英永遠愛金北昭。这可是你說的。反悔的人要做小狗哦。哎，怎麼了，寶貝親親？小淘氣，你別跑！那是以前我蠢，我現在後悔了，不愛你了，不行嗎？從你掛斷我電話的那刻起，我就決定放棄你了。老婆，你說話也太傷人了，怎麼還哭了呀？我只喜歡你在床上哭。來，老公把你舔乾淨。陸瑩瑩，你吐得這麼厲害，不會是懷孕了吧？難道是1個月前那晚沒有做錯事？不行，不能讓金北洲知道這個孩子的存在。測試做得好不好，你還不清楚嗎？我根本就不可能懷孕，我只是對你生理性厭惡，看到你我就惡心。怎麼，纏我身子的人不是你陸瑩瑩啊？沒關係，還有時間，我們再熟悉熟悉。金北洲，我們離婚吧。我們的關係，我想得很清楚。從你掛斷電話的那一刻起。
我就已經決定好了。金北周，我們兩個本來就不合適。你爺爺奶奶一直想要金梅梅當他們的孙媳婦，我們離了婚，正好可以給她腾位置。你這麼在意金梅梅幹什麼呀？我才是你老公，你有時間研究这些，你不如好好研究研究怎么给我生孩子。我生不了。金梅梅不是懷孕了嗎？我們倆離婚了，也正好可以娶她進門。你奶奶也可以抱孫子了，你們兩個正好。你这张嘴还真是只能用来接吻。下次再说这样的话，我让你连床都下不来。饿了吧？我去给你买饭。莹莹，莹莹，人呢？陆小姐已经退房走了，您不知道吗？她今天出去过吗？陆小姐离開得那麼匆忙，她的丈夫看起來心情也不太好，夫妻兩個應該是吵架了，還是不要平生事端了。沒有。果然，她就是生氣了，耍小性子。爺爺。黄庭坤闹出人命了，你也不去處理，電話都打到我這兒了。你身上擔着金家的責任，卻一心撲在那個女人身上，再這樣下去，你就離婚。老爺子，你別忘了我當初答應接手黃庭的條件是什麼？要我離婚，除非我死。陸盈盈，你吐得這麼厲害，不會是懷孕了吧？就那一次沒做錯事，應該不會這麼巧吧？請78號到無診室就診。陸盈，你懷孕了，這個孩子你要不要？你回去好好考慮一下，如果不要的話，盡快預約做手術。我懷孕了，在我準備離婚的時候。二哥，謝謝你給我產檢。我懷孕了，孩子的爸爸卻在陪別人產檢。也許你本不該被期待。盈盈，你怎麼來醫院了？你哪裡不舒服嗎？沒什麼，感冒而已。我先走了。別傳染給你們。你說什麼話呢？走，回家給你煮薑湯喝。你放我下來！放什麼放？你是我老婆，還怕別人看見你不成？陸盈，
為什麼又是陸英？好不容易爷爺施压，二哥才来陪我产檢。陸英，你为什么什么都要跟我搶？你为什么还不死在西林街？爷爷，二哥他不是故意丢下我的，你还是先讓他起來吧。梅梅，外面冷，你還是先進去吧。當初你就是跪在這裡求我松口，讓你娶陸英，為此你還答應我2個條件：第一，接手皇庭，替靳家打理地下會所生意；第二，就是照顧好梅梅。可是你今天把她一個人扔在了醫院裡。我再一次提醒你，金北周，別忘了是誰把你養大的，沒有我，你早就死了。我沒忘。你要是沒忘的話，今天就更應該替我照顧好梅梅。她爸媽是為了救我而死的，靳家永遠虧欠他。靳家虧欠他，陸英不欠。我承諾，在我能力範圍之內照顧好您救命恩人的女兒。但要我拋下我老婆以她為先，絕無可能。你就在這裡跪着，跪到想明白為止。這麼晚了還沒回來，金北周不會出事了吧？金北周，二嫂，二哥在忙，他沒跟你說嗎？明天一早他要陪我去醫院取產檢報告，今晚就住在老宅了。你找他有事嗎？沒事。金北周，你還真是不會讓我失望。醫生，麻煩幫我預約流產手術吧。走開！你別裝了，我剛剛根本沒時間。英英，我之前送你的平安扣呢？我記得你不是一直帶着嗎？丟了。我被綁架的時候，綁匪把它從我身上拿走了。看吧，說了你也不信，你只會覺得我在騙你。英英，你從小到大騙我的次數還少嗎？每次金梅梅惹你生氣，你都跟我說你出事了，光綁架都3次了。你聽沒聽過狼來了的故事啊？對，我就是騙你。你的平安扣已經被我扔了。英英，那是我送你的成年禮。是啊，你不說，我都快忘了。英英姐，啊，你這平安扣的料子好眼熟啊！哦，我這個鐲子啊，打出來的時候剩一塊廢料，原來是拿來給你做平安扣啦。金北周，我上次說離婚的事兒，
你考慮的怎么樣？瑩瑩，你不是一直想去滑雪嗎？我過2天就帶你去，或者你還有什麼其他想做的事情，我都可以陪你。金北周，我是認真的，我要和你離婚。陸瑩，你想都別想，離婚這2個字不許再從你嘴裡出現。有本事你就去起訴我呀，我看哪個律師敢接。滾開！親都不讓親，陸瑩，你不會是在外面有別人了吧？有了呢？你願意跟我離婚嗎？誰他媽不要命的敢勾引我老婆？我要他的命！我预約流產的記錄還沒退出，給我，還給我，給我！金北周，我恨你！疼不疼？不動了，瑩瑩，不動了。知道你開玩笑的，你那麼愛我，怎麼會捨得呢？睡吧，好好睡吧。來，瑩瑩，是我錯了，是我讓你在金家受了委屈，你想在外面找樂子，我不介意，但是你絕對別想離開我。我知道了。是去金家陪金妹妹做产检了吧？你還真是忙啊！等你也離開之後，這個世上就只剩我一個人了。这種小事老闆向來不插手，今天怎麼了？黃庭是做什麼生意的？你不清楚？誰允許你把內部視頻傳到網上的？哥，我錯了，求你放過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按內部流程處理。不，你們放開我，放開我！金北周，你不過是金家養的一條狗，你這輩子只能給金家做那些見不得光的事。不要放開！二哥，我幫你把臉上的血擦乾淨吧。起開，離我遠點。我有老婆。對了，明天老宅聚餐的時候，離英英遠一點，她不喜歡你。陸英，你的眼裡就只有陸英。湯裡不能放山楂，你自己懷過孕又流過產，難道你想讓梅梅跟你一樣嗎？你懷的是誰的孩子？伺候她是你的事，別使喚我大嫂。關大嫂什麼事？這兒有你什麼事兒？奶奶，來，嘗嘗我親手做的土豆泥。我討厭土豆，我這輩子都不想看見它。怎麼會？你不是最愛吃土豆泥嗎？英英，你不會是懷孕了吧？這怎麼可能？我只是單純的討厭土豆。二嫂，你使小性子也該有個度。
這土豆泥是二哥親手做的，他平时都不进廚房的。你闭嘴！比起土豆，我更加厌恶你。听到你说话的声音就恶心的想吐。吵什么吵啊！一邪，不是说有事儿跟你二哥商量吗？啊，对，二哥，我手里有个项目，想在您这儿走走关系，拉您投资。方案书带了吗？要多少钱？有的，我带了，需要5个亿。你二哥的钱有我一半，这件事我不同意。二嫂，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我，但这是正事，你能不能不要意气用事？随便你怎么说，没我点头，你休想从金北州手里拿钱。哼，世家大族一向都是兄弟姐妹同舟共济，小二帮助他的妹夫，怎么就得你同意啊？你们陆家现在就剩你一个人，当然不懂得家里人多的好处。奶奶，哼，那真是不巧，我不能生，您家小二也要断子绝孙了。多的是人愿意给他生啊，你算什么？不能生我们就不要，有陆莹莹一个伺候就够了。生孩子的事情还轮不着别人来插手。莹莹，我们走。反了，反了！这，金北州，这一次你会完完全全站在我这边吗？爷爷听说奶奶被气进医院，发了很大的火，说让弟妹亲自来跟奶奶道歉。让英英来道歉，老太太能给她好脸色？确实是啊，老太太本来就属意金梅梅做这个孙媳妇儿，谁知道你宁可接那个黄庭的烂摊子，也要娶英英。她本来就对英英心怀芥蒂，这下她属实难办了。你准备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告訴老爺子，以前那5個億我給了，此事到此為止，以後別找我老婆麻煩。投資這個事兒呢，我覺得你還是要跟弟妹說清楚原因比較好。不用，我不想讓她捲進金家這些麻煩事。小二，聽大哥勸一句，夫妻之間應該坦誠一些，要不然的話，遲早會走向末路的。你讓我怎麼跟她說？告訴她，當初我跟她結婚，是跟老爺子簽了賣身契，去地下會所當看門狗。算了吧，她就應該乾乾淨淨的當她的陸公主。我跟你說，就是要注意身體。大嫂、二嫂，你們也來看奶奶呀？真晦氣，早知道不來了。二嫂，我還沒謝謝你同意二哥投資的事情呢。你說什麼？呀，你不知道嗎？二哥剛給一邪投資了5個億。你不是說如果你不同意，二哥是不會出錢的？我還以為你知道呢。英英啊，就是個投資，你大哥也投了的。看來是真的投。你贏了。金北州，你明知道我最討厭金妹妹，可是從小到大，每次需要你在我和她之間做選擇的時候，你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她。綁架時，投資也是，我竟然還天真的期待你會完全的站在我這邊。謝謝你，讓我對你再也沒有期待了。北周，剛才英英聽說你給一邪投資的事，轉身就走了。我覺得他情緒不太對，你趕緊去看看。什麼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告訴你，要是我老婆生氣了，我也不會讓你好過。二哥。
莹莹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打電話也不接，消息也不回，你知道我有多擔心你嗎？我去看了我们的幸福樹。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我跟你一起去多好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害怕，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。我15岁的时候，在幸福树下埋了一個心願球，上面寫着我10年後想要成為的人，想成為外公的驕傲，想和金北洲一起。結婚之前，你答應我要帶我去西連集滑雪度蜜月。婚後第1年是我獨自去的，你在我這兒被扣了20分，第2年也是，第3年還是，總共60分。你給金梅梅投資又扣了20分，還剩下20分。二哥，那剩下的20分呢？我想作為我們這些年來青梅竹馬的情分，以後見面念着這點情分，也不至於反目成仇。莹莹，你口算真好，我是不是打擾你睡覺了？我還有點事，先走了。金北洲，我燒了我們的幸福樹。二哥，我們離婚吧。沒關係，燒了就燒了，改天再帶你，咱們一起去種一棵吧。莹莹，下次可不能這麼衝動了。金北洲，你聽清楚，我說我要和你離。我不想聽。你不喜歡我給一家投資，好，我現在就撤資。莹莹，你不能每一次一生氣你就跟我提離婚，我真的受不了。你為什麼覺得我每一次生氣都是在跟你賭氣呢？難道不是嗎？從小到大，每一次你看見我跟金梅梅站在一起的時候，你就會生氣。上一次是我的生日宴，你把我一個人扔在那兒了。所以你一直都覺得我是在無理取鬧。那你既然受不了，那你去跟我離婚啊！怎麼又哭了？別碰我！你滾！金北洲，你永遠都是這樣，你總是把我當做一個小女孩，你覺得跟我道了歉了，你哄哄我，我就能原諒你。這麼多年來，哪怕有一次，就一次，你真的覺得自己錯了？我這幾天我會回草堂住，你好好考慮一下我們離婚的事情，我們找個日子把證領了。你就是在說氣話。我要是同意離婚，等你氣消了，非得要我的命不可，對吧？外公，這段時間我就回家陪你住。你考慮好了？媽明天回國，
他常年在外面做无国界医生，好不容易才回来一趟。你明天要来老宅看看吗？好。我们英英怎么瘦这么多呀？怎么又哭了？哟，你电话里不是说一切安好吗？没事妈，我就是想您了。陪妈妈去趟书房吧，咱娘俩好好唠唠私房话。正好我去给你们做饭。走。你怀孕了，小二不知道吧？我没告诉你。妈，我准备和他離婚了。你想好了？你追了他那么多年，不後悔？不後悔。媽，我已經考慮好了，幫我勸勸他。這事兒不太好勸，你們這樁婚事是他一手求來的。他不會在乎的。我和他本來也不合適。大人不要沒關係，其實寶寶可以留下來。你外公在臨走前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一個人。現在你有了寶寶，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，把他生下來，跟你姓陸，以後你在這個世界上就有親人了。媽，孩子的事情我會認真考慮的。你們在聊什麼孩子？英英，你懷孕了？你這孩子哪有聽話聽一半的？我們在說梅梅肚子裡的孩子。是嗎？當然，不然還能是什麼？英英，你先出去陪你大嫂說會兒話，我和小二單獨聊聊。說實話，你跟英英出了什麼問題？沒什麼呀，都挺好的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他讓我勸你和他離婚。當時我就說過，你們兩個不合適。現在英英要提出離婚，你還執迷不悟嗎？媽，不是我說您偏心，當初大哥大嫂感情都破裂成那樣了，你也沒勸他們離婚。怎麼到了我跟陸英這兒，你就這麼積極啊？那我到底是不是您孩子呀？說的什麼混賬話！你和英英的問題和你大哥大嫂不一樣。你要是真心喜歡英英，希望她過得好，你就放手吧。大嫂，哎，英英，你來的正好，馬上要吃飯了，你去叫一下媽和小二啊。好。你認真的？是。我偏不離。當初你們讓我接手黃庭，我接手了；你們讓我照顧金梅梅，我也照顧了。現在你們連我的婚事都要掌控嗎？所以這麼多年，在你心裡一直在想我在掌控你的婚姻嗎？是。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聽您的，唯獨我的婚事我要自己做主。當初您不讓我娶陸英，我偏要娶；現在您讓我跟陸英離婚，我偏不離。你娶英英就是為了婚姻不被我拿捏？是。你娶英英就是為了婚姻不被我拿捏？是。
妈，小二吃飯了。哎，我不是讓英英來叫你們嗎？他人呢？什麼？大嫂，你說刚英英來過？是啊，你沒有看見他嗎？我去找他。陸英，陸英，你在不在家？陸英。你來幹什麼？你又發什麼瘋？剛才我和媽說話的時候，你是不是去書房了？是又怎麼？我不是那個意思，英英，你聽我解釋。不用，反正我們就要離婚了。你什麼時候想好了，給我發消息。現在滾吧。哎呀，我就说你怎麼突然這麼好心，還跟老爺子求情讓我回國，合着是跟我們英英吵架了，來搬救兵啊？沒吵架，他單方面冷戰罷了。得了吧，你肯定犯錯了。妹妹那麼愛你，怎麼會無緣無故不理你啊？你還記不記得咱們上大學那會兒，你們倆一南一北，開個車就要將近2個小時的路程。咱們當時忙着創業沒時間，妹妹就每天自己開2個小時的車過來，就為了見你一面。她那麼黏着你，怎麼會無緣無故跟你冷戰呢？對啊，他明明那麼愛我，怎麼會突然不愛了呢？你別碰我！連碰都不讓我碰，陸英，你不會是在外面有別人了吧？有了呢，你願意跟我離婚嗎？不是他的錯，都是那些男人不安分。哎呀，真服了你了！你是我祖宗还不成嗎？我帮你把英英叫出来。哎，英英，怎麼剛來就走？給哥哥面子，坐一會兒，坐一會兒。英英啊，你不知道我在國外可無聊了，想死你了。來，咱倆喝一個。我吃藥了，喝不了酒。你吃藥了？你生病了？走，我帶你去醫院。不用，已經好得差不多了。你真生病了？對，我就是騙你的，我就單純不想喝酒。胡长庚，我先走了，以後有他在的地方，不用叫我。陸英，你幹什么？金美昭，你放開我！放開我！金美昭，你發什麼瘋？英英，算我求你了，好吧，你別生氣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你要在外面玩玩，我認了。可你玩完了，總該回家了吧？我才是你唯一的丈夫。金北昭，你在這裝什麼神情？這些年來一直是我眼巴巴的跟在你身後，你現在心裡應該很得意吧？說不定現在心裡嘲笑我像個傻子。你怎麼會這麼想？難道不是嗎？難道不是你親口說我和你的婚姻只不過是用來反抗金家的工具？我當時那麼說是。金北昭，你不愛我，我對你的愛也已經消失殆盡了。以後你可以找一個你愛的人結婚，我也可以找一個全心全意愛我的。不可能，你休想！
你說了這麼多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不就是因為你玩膩了我，所以想迫不及待的甩了我嗎？我到底哪裡比不上外面那些人？臉、身材，臉不行我去动刀，身材不行我去練总可以了吧？金北周，你别发疯！我看，跟我去医院。我不去，你别碰我。我吃药了，喝不了酒。你吃药了？你生病了？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不用，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陆莹莹，我猜你怀孕了，你跟我去医院，我要看医生的诊断。金北周，你放我下来，不然我恨你一辈子！你想让我给你生孩子，你做夢！我只是胃病罢了。看清楚，萎縮性胃炎，这是医生給我開的病歷，還好提前準備了一張假病歷。跟我回節奏，以後你的一日三餐我要看着你吃。金北周，胃是情緒器官，你知道吧？如果你不想讓我以後死於胃癌，那就跟我去離婚。跟我離婚，然後呢？你在外面找其他的男人？果然，李烨，我告訴你，除非我死了，不然你想都別想！金北周，你混蛋！我想跟你離婚，就非得你同意嗎？你要是不同意的話，我們就上法庭。你認真的？是。陸烨，這不是開玩笑的。我知道。離了婚，我就不會再哄着你了，不會給你煮飯，你也不能隨便向我發脾氣，我們兩個會像兩個陌生人一樣沒有交集。我知道。你也再沒資格和我哭，你遇到所有的困難，你都要一個人去承擔，你也再沒資格向我。陸烨，你就這麼不想跟我在一起？你寧願自己傷筋動骨也要和我離婚？是。金北周，我只給你1個月時間，如果你不去跟我辦離婚，我們就法院見。你這次只是太生氣了。你那麼愛我，還有那麼長的時間，怎麼可能捨得和我離婚？胡闯哥，你打電話給我幹什麼？妹妹，你老公又喝醉了。鬧着讓你來接，你過來看看。我待會兒把他助理電話發給你。你別跟他說，他現在根本不管我死活。你不也一樣？在我快死的時候，你不也一句死就死唄？周子，你還幹過這事兒啊？他說你就信，你自己問問他，我幹沒幹過？兄弟，你聽我一句勸，英英這事兩說，如果要是假的，那證明他騙你，皆大歡喜；可如果是真的，那你罪孽可就大了。不是，你哪怕就沒有一瞬間去想過這事會是真的？不可能啊！他就是鬧脾氣了，他就是想讓我去陪他。是不可能，還是你不敢信啊？你少在這搬弄是非！
我問過那個民宿老板了，他就沒出去，根本不可能被綁架。他就是鬧脾氣。英英，你老公又喝醉了，吵着让你过来接他，你过来看看。我就是去看一眼金北洲，就当做我们这些年来青梅竹马的情分。陆英，你来皇庭是想找二哥吧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让开！哎，二哥都要跟你离婚了，你還在這死纏爛打。只要我一天不跟他離婚，你着急也沒用。我看你還能得意幾天？我早就說了，二哥他根本就不喜歡你。英英，哎呀，好，帶你去找英英。英英，我是不是也喝多了？那是不是你家英英啊？还能解酒啊，牛逼啊！我早就說了，二哥他根本就不喜歡你。我喜不喜歡我老婆，看來你比我還清楚。二哥，你怎麼來了？也不跟我說一聲。來看看你死沒死，畢竟我只是想離婚，沒想喪偶。英英，既然在這碰見你的好妹妹，看來你不是很需要我。離婚的事情抽空辦了吧？二哥，我早就知道你秉性骯髒，表裡不一，也不止一次警告過你有多遠滾多遠，離我老婆遠點兒。沒想到你竟然這麼不知死活。怎麼？你是在賭我對你有沒有那可笑的親情？二哥，我不是。二哥，我的肚子好疼。給一家打電話，問問他們為什麼放任一個孕婦在這裡到處亂跑。好，周子，差不多行了，老爺子還在呢，你不要命了？隨便吧。廠子，這麼多年，我一直以為我把他保護得很好，沒想到在我看不見的地方，他們就是這麼對待他的。二爺，根據調查和老宅傭人的口述，3年來太太每次都是單獨回金家，情緒似乎都不太穩定，至少有3次明確的記錄顯示，是老太太說話太重，所以太太都是開着車哭着離開的。另外，根據調查顯示，您吩咐的讓我們去找的太太被綁架的原因找到了，我們在當地找到了當時救過太太的那2個孩子。我們就是肚子太餓了，知道這裡有個地窖，我們來的時候姐姐已經在了。姐姐是個好人，不僅給了我們衣服，還把耳釘和其他值錢的東西都給了我們。喂，梅梅的孩子们，爺爺現在很生氣，讓你帶靜美回家。我知道了。爺爺正在氣頭上，你一會兒好好說話啊。你媳婦呢？我聽說梅梅出事的時候，她也在場。
我就知道這件事情他脫不了關係，你去把他叫過来，給梅梅賠罪。賠罪？賠什麼罪？是賠罪還是整治啊？小二，好好說話。我没动手已經很客氣了，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平時做些什麼骯髒的事情，你自己看。你是這麼跟長輩說話的？我還站在這兒跟你說話，就已經把你當長輩了。當初是你親口說的，我接手皇庭，你就讓陸英進金家門，做堂堂正正的金家少奶奶。可結果呢？你們背着我嘲諷她，搓磨她，讓她受盡委屈。難道我娶她進家門，就是讓她受罪的嗎？哼！金北周，你質疑誰呢？還在這兒耍你的老爺子脾气啊！我告訴你，皇庭我不伺候了。既然這個金家待不下我老婆，我也不待了。你說什麼？来人，上家法！小二，你就服个软吧。大嫂，我完了。陆英突然不爱吃土豆泥了，她真的被绑架了。你要离開金家，我不管你，但是你別忘了，你的身份、權勢、金錢，都來自金家。如果沒有金家收養你，你就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，你就不配跟陸英站在一起的。小二，你都努力了這麼多年，甚至不惜成為我手裡的一把刀，你不就是想光明正大的擁有和他在一起的身份嗎？你確定要賭嗎？哼！叶丽冷，你怎麼出來了？聽大嫂說，金梅梅流產了，你被老爺子罰了。你關心我呀？少自作多情。明天你要是有空的話，跟我去民政局辦婚禮了。好。這次答應的這麼爽快。對不起，瑩瑩，跟我這麼長時間，受了這麼多委屈，是我不好。瑩瑩，我一定会補償你的。窗子，上次你說創業的事情，咱們見面聊。瑩瑩，我只找回了這個，平安扣還在找。怪不得那天晚上突然跟我說對不起。可是二哥，你的道歉對我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。今生的前半段，很感謝你的陪伴。今後的日子，我得一個人走了。要好好的，陆公主。有困難別忘了，二哥永遠在。
外公，对不起，我离婚了，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。不过，你放心，我现在有宝宝了，就算是我一个人，我也会好好生活的。你外公在临走前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一个人。现在你有了宝宝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，把他生下来，跟你姓陆，以后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亲人了。你好，我之前预约的流产手术，麻烦您帮我取消了吧。